先生你好，太太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紹，我叫力麥德羅嘛，我而家24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，我喺美國度，我讀到中專畢業，我有3個兄弟姐妹，我排第一，我喺學校學做家務、做清潔、用電器、洗遮、燙衫。照顧老人家、小朋友、幫手 BB， 我亦有學煮餸，我識煮煎蛋、煎魚、炒菜、煲粥、灌湯、湯煲湯。先生太太，我要煮豬肉，但係我唔識豬肉，我唔計較。我喺香港做過嘢，我姑住屋企喺沙田，我照顧過小朋友。我啱啱到香港，小朋友5歲到7歲。我每日送返學、接放學，煮飯俾佢哋食，當佢哋玩。我都要買餸、煮飯、做